好啦，呢個時間咧嚟到第三組啦，你有 A 同埋 B 嘅選擇。 A A 嘅。好，我哋必答題嘅環節，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字嘅部首係弱字部呢？ A 看 B 但 C 曲。boy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C 曲。第二題選擇題，以下邊個係成語一落千丈嘅近義詞呢？ A 一步登天 B 一日千里 C 江河日下。 C 江河日下係答對嘅，加10分。第三題選擇題，邊一個係未雨綢繆嘅謀字嘅正確寫法呢？係 A、B 定係 C 呢？ B 係答對嘅，加10分。第四題選擇題，小詞嘅作者楊萬里係邊一個朝代嘅詩人呢？ A 唐代 B 宋代 C 明代。 A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B 宋代。第五題選擇題，請為以下句子選出適當詞語。媽媽很喜歡姜濤，每天為了追星乜嘢，甚至忘記為我溫習功課。A 廢寢忘餐 B 三心兩意 C 無所事事。A 廢寢忘餐係答對嘅，加10分。第六題學生指定題，自由作答題。普通話沒準兒嘅廣東話係乜嘢呢？ Pass 正確答案係說不準、不一定、唔肯定嘅意思。第七題學生指定題，書寫題。請寫出普通話罰款嘅拼音。好，我哋首先俾我哋嘅攝影機望下，跟住就俾我哋嘅大會顧問團隊望一望。係唔啱嘅係咪？好，我哋睇下正確答案啦，爭少少。好，第八題學生指定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倒塌嘅塌字。係錯嘅，我哋亦都睇下正確答案啦。時間完結，第三組必答題環節已經結束，所得嘅分數係230分。第三組係選擇咗 A。好，亦都提一提台下嘅朋友，我知你哋好叻，我亦都好緊張，好想衝口而出，但係咧，我哋保持安靜，等佢哋有個公平嘅比賽啊！好，請準備咯喎，第三隊眼明口快，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輕鬆答對加10分。第二題，委屈答對加10分。第三題，
跳躍、跳躍答對加10分。第4題，摔倒、摔倒答對加10分。第5題，喧嘩、喧嘩答對加10分。第6題，堅持、答對加10分。第7題 pass、 pass， 正確答案係漆黑。第8題，狡猾、狡猾正確嘅加10分。第9題，敏儀、正確答案係敏捷。好，第10題，獎勵、獎勵正確加10分。好，唔該晒。第2組係250分，第3組310分，而第4組係350分嘅。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去到搶答嘅環節啦。咁而家講下呢個環節嘅賽制先。搶答嘅環節咧，限時係9分鐘嘅，一共有30條題目，每答對一條係加20分嘅，答錯或者棄權係扣20分，不設補答。每位嘅參賽隊伍台上面都有一個搶答器嘅，最快撳燈嘅嗰一隊，台上面嘅紅色燈就會着嘅，代表成功搶答。但係必須等待助理司儀讀出你哋嘅隊名，例如第一組嗰隊先至可以作答。注意，如果參賽隊伍未喺助理司儀講出你哋嘅隊名就回答嘅話，或者會影響賽事嘅進程。為維持比賽嘅秩序，請各參賽者務必遵守。如果參賽搶答嘅隊伍未按燈成功就作答，該隊作答會視為無效。我會再倒數3、2、1，等各隊重新撳燈搶答嘅。如果我講出隊名之後5秒鐘內，即係響鐘嘅完結嘅時候，仍未能作答嘅話，會扣20分，不設補答。如果喺我發問之後5秒鐘內仍然冇人撳燈嘅，呢一題亦都會即時作廢，我會講出答案。如果參賽隊伍喺我未完成問題嘅時候撳燈，我會立即停止發問，並且唔會重複任何問題嘅。撳燈嘅嗰一隊必須作答。如果嗰一隊喺5秒之內未能夠作答，會扣20分。如果題目係選擇題，而我未讀出或者未讀晒 A、B、C 嘅選項，參賽嘅隊伍必須講出完整嘅文字答案，而唔係只係 A、B 或者 C 嘅英文字。請參賽隊伍選擇題嘅時候，聽清楚所有選項先至作答。如作答選擇題時 A、B、C 選項與文字答案不符，則以文字答案為準嘅。如果作答嘅時候，家長同埋學生同時作出不同答案，請學生於5秒之內作最後答案，否則扣20分。部分題目係指定學生作答嘅，家長係唔可以作出任何形式嘅提示或者任何指示去回答問題嘅。否則大會會取消該題嘅得分，同埋保留取消該隊嘅參賽資格嘅權利。搶答環節開始嘅時候會響鐘一下，限時前15秒會響鐘一下，完結嘅時候會響鐘3下。比賽會按分數嘅排名，最後分數嘅排名選出冠軍1名、亞軍1名同埋季軍2名嘅。如果遇到同分嘅情況，我哋則以附加搶答題去分出名次。比賽問題嘅正確答案會以大會提供嘅答案以及中文顧問團隊嘅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好，呢個時間咧，我邀請各一隊咧輪流試下你個搶答器先。我哋有請第一組。OK， 麻煩第二組。OK， 麻煩第三組。OK， 麻煩第四組。好，麻煩晒。好，大家都明白呢個賽制咯，我哋係搶答題嘅。好，我哋搶答環節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選擇題，以下呢一個拼音係邊一個詞語呢？ A. 睡覺 B.
摔跤，C 水餃。第三組請用咪作答。 C C 餃係水餃係答對嘅，加20分。第二題選擇題，燈謎，成人不備，猜一字。A 大 B 乖 C 盛。第三組 B B 乖 B for boy 乖嘅係答對嘅，加20分。第三題選擇題，以下邊個字嘅部首係右字呢 ？A 從 B 發 C 外。由於未有隊伍作答，此題作廢。好，正確答案係 A 嘅從。第四題選擇題，理字本意係指採答、踐踏，現今有好多人用行動、實行、經歷嘅意思，如履行、履歷、履身。咁喺古代又係乜嘢意思呢 ？A 舒暢 B 家臣 C 孩子。第一組 C 孩子。 C 孩子係答對嘅，加20分。第五題選擇題，中國古代風水學四象或者稱四靈，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嘅玄武係咩動物呢 ？A 麒麟 B 貔貅 C 龜與蛇。第三組 C 龜與蛇。 C 龜與蛇嘅係答對嘅，加20分。第六題選擇題，五臟六腑係中醫對人體內臟器官嘅總稱，以下邊一個不屬於五臟呢 ？A 心 B 腎 C 膽。第四組 C 膽係正確嘅，加20分。第七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不是經籍嘅習俗 ？A 打小人 B 祭白虎 C 登高。第一組 C 登高係正確嘅，加20分。第八題選擇題，死有餘辜嘅辜係乜嘢意思呢 ？A 後悔 B 罪 C 骯髒。由於未有隊伍作答，此題作廢。答案係 B 罪。第九題選擇題，不恥下問，語出以下邊一本重要經典 ？A 莊子 B 史記 C 論語。第三組 C 論語。 C 係答對嘅，加20分。第十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係確診嘅診字呢？係 A 啊 B 啊。第二組 A 係答對嘅，加20分。第11題選擇題，回鄉偶書，鄉音無改鬢無衰嘅。第三組即係啲頭髮冇晒。啲頭髮冇晒，係答錯嘅，意思係減少，正確答案係 B 減少嘅。好，第12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成語沒有錯別字 ？A 再接再厲 B 按部就班 C 金榜題名。由於未有隊伍作答，此題作廢。正確答案係 A 再接再厲嘅。
好，第13題選擇題，請於空格內填上正確成語。弟弟為了在比賽中獲勝，每天練習10小時，最後聲帶受損無法參賽，真是乜嘢呢？ A. 事半功倍 B. 一舉兩得 C. 得不償失。第4組 C 得不償失係正確嘅，加20分。第14題圖片題，圖中嘅物品係乜嘢呢？第2組木魚，木魚係答對嘅，加20分。第15題自由作答題，金縷衣裏邊花開堪折直須折嘅客。第3組末代花開空折枝。好，爭少少，係莫待無花空折枝，係答錯嘅，扣20分嘅。好，第16題自由作答題，普通話插呢個字嘅聲母係乜嘢呢？第3組知，我寫出嚟得唔得？知岌咗頭㗎啦，係評判岌咗頭。好，係答對嘅，加20分。第17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日月如梭嘅梭字。第4組答對嘅係加20分。第18題自由作答題，廣東話俗語老點係乜嘢意思呢？由於未有隊伍作答，此題作廢。係作弄、誤導等等嘅。好，第19題學生指定題選擇題，圖中嘅蔬菜廣東話俗稱勝瓜，佢嘅原名係乜嘢呢？ A. 青瓜 B. 絲瓜 C. 脆肉瓜。第3組 B 絲瓜。絲瓜係答對嘅，加20分。第20題學生指定題選擇題，請於空格內填上正確詞語。佢年紀輕輕，卻能乜嘢如此重要嘅任務，讓大家刮目相看呢？ A. 承擔 B. 承受 C. 承繼。第3組承擔。 A. 承擔係正確嘅，加20分。第21題學生指定題選擇題，廣東話格拉底嘅普通話係點講呢？第1組好，時間夠啦。正確答案係翼窩嘅，我哋扣20分。好，第22題學生指定題選擇題，麗英嘅歌曲《蝴蝶與花園》嘅盛事在天，天亦會閃躲，一句歌詞運用咗乜嘢修辭手法呢？ A. 對偶 B. 借代 C. 頂真。第3組 C 定真。正確答案係 C 嘅，答對嘅20分。時間結束。好，呢個時間咧，我哋重複下分數先。好，我哋第一組分數係250分，第二組係290分，第三組係430分，而第四組係410分嘅。好，呢個時間咧，我哋親子組嘅比賽。
好，我哋等我哋嘅計分團隊喺核實所有嘅分數。好，分數已經被核實啦。咁我哋都啱啱完結咗親子組嘅所有賽事。咁喺度咧，可唔可以俾啲掌聲佢哋啊？係啊，好多歡呼聲添啊！